兩幅牌冇任何問題，先將牌閃亂。唔夠亂再洗亂啲。賭牌咁樣我想夠亂了。接落嚟放進牌靴入面。牌咁亂邊個都唔知發出嚟係乜，冇關係，結果已經知道咗。先開個下。9點行贏。下局係和局。限0點，莊同埋係0點，和局，連中2手。接落開莊。莊8點直接贏咗。再來開限。8點贏，非常準。